Hello，各位好啊！歡迎嚟到預備課02如何使用順流道頂尖教育者培訓系統嘅呢一個話題啊。OK，咁喺開始之前啦，先同大家講點解會有呢一個部分呢？就好似你買一件產品，你都有個說明書啊嘛。你要去了解一樣嘢，你總需要知道點樣做嘅。咁喺預備課01嘅部分咧，同大家探討過學習呢一件事。我哋要將 trading 當成係一種技能，係一個領域咧，你預咗係要琢磨佢，甚至乎係你一生嘅技能咁樣嘅方式咧，去探討佢一個興趣啦，或者至少你真係要當佢一個技能啦。佢並唔係一啲嘅資訊啊，或者係一啲嘅東西，你明白後咧，你就會我即刻可以賺到錢啦。佢並唔係一件咁樣嘅事嚟嘅。OK，咁喺過去一段唔長唔短嘅教學生涯啦，亦都對過一啲唔同嘅學生嘅經歷底下咧，我會發現得到咧，大家去嚟學習一定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預期嘅。有啲人可能你完全唔知道咩係 trading 嘅所謂嘅新手白紙，咁你嚟到就係想了解下咩事咧，一種好奇心了解嘅，可能係不帶有期望嘅。亦都有啲人可能你係白紙，但係你帶有期望嘅，你一定係覺得，咦，見到艾文可能喺直播上邊或者喺見到佢嘅學生一啲教育成績都好標炳喎，咁呢個方法一定係得啦。咁然之後過嚟了解一下，我學識咗呢樣嘢咧，我一定可以即刻賺到錢，可能係呢種嘅預期。亦都有啲可能你本身都係 trader 嚟嘅，或者你喺 trading 上邊都有一段時間嘅浸淫你想了解下其他嘅winning player， 其他嘅一啲嘅 trader 佢哋係點樣看待個市場咧？佢哋用嘅咩方法啦？佢哋或者係自己點樣去有自己嘅 trading 嘅特質去整合啦咁樣。因為對我而言咧，trading 從來都唔係一種方法嚟嘅，即係佢唔係方法，又或者係策略就包覆住成件事。策略方法只係 trading 嘅其中一個部分。但係入邊有更多係一啲你對於呢件事本質嘅思考啦，你點樣配合你自身嘅性格同埋你配合自己日常生活嘅一個安排啦，你去持續性地保持競技狀態嘅一個活動嚟嘅。佢係比較全面性、包覆性。咁所以喺即係叫做一段教學嘅生涯入邊，了解到大家都有住唔同嘅想法，了解住大家有唔同嘅期望嘅時候，我希望我自己喺一開初嘅時候咧，都同大家分享下其實應該點樣用呢一件事。應該點樣看待 trading 呢件事？等你成個嘅即係 trading career 呢個最宏觀嘅角度嚟講咧，你會係成長得最好。咁呢度補充少少啦，喺我自己認為入邊咧，你遲啲嘅課堂都會見得到㗎啦。trading 喺我角度入邊咧，如果用個時空去界定咧，最微觀最細嘅部分咧係 one good trade，即係你做好一個交易點樣由你嘅前期嘅分析啦、你嘅準備啦、你嘅計算風險啦、你對潛在回報嘅估算啦，然後落單即係一個交易做好佢，最細嘅部分就係一個交易，係咪？因為你諗下，你成個交易生涯其實就係由每一個交易組成啫嘛，所以最微觀嘅部分就係 one good trade， 一個好的交易。咁中間嘅部分咧就係 trading schedule，就係可能一個禮拜啦，可能係一個月啦，我哋點樣制定時間表啦？你有冇留意嗰個月可能喺波動上邊屬於邊啲嘅波動嘅時間啊？你自己嘅起嘅作息時間上邊同呢一個你 commit 咗嘅 trading schedule 又係咪一致啊？即係呢一段時間係咪你想去做？點樣做？呢啲係一啲比較中型計劃上嘅嘢嚟嘅。trading schedule 我覺得係中間。咁最遠嘅就係 trading career 啦，就係呢件事當馬拉松咁跑遠嘅時候，究竟有啲乜嘢嘅心念啊？有啲乜嘢嘅軟性嘅認知以及技能，你需要去培養，令到自己成為呢啲特質嘅人。你先可以無所衝突地咧去發揮翻呢啲特質，呢個係我自己睇 trading 呢件事上邊咧嗰個維度上嘅切割嚟嘅。OK，咁我哋入主題啦。咁一啲具體啲硬性嘅資訊先啦。喺呢一個嘅順流道嘅呢一個 system 入邊咧，你會了解到我自己認為足以令你成為 trading 一個 winning player 喺交易上邊一個贏家嘅一切認知嘅啦。咁包括咧就係你市場運作嘅週期啦，佢嘅獲利原則啦。咁喺圖表分析上邊咧，都係屬於較為大框架嘅嘢嚟嘅，即係我自己定義嘅順勢而為嘅部分。你要識分趨勢定係橫行，趨勢係有邊幾款啊？我哋點樣去辨別佢啊？點樣去應用佢啦？跟住橫行又係啦，佢點樣變奏有邊幾款啊？我哋點樣應用佢啦？呢一種咁較為中間啲啦，就係啲潛在關鍵點與支持阻力，即係大家喺第一課或者之後咧，屬於擇地而道嘅部分咧，都係會講求呢個位置。其實講嘅就係一個空間，喺呢一個空間入邊，我哋會傾向睇升定係睇跌，又或者係呢個空間入邊，我哋知道呢個係一個關鍵嘅拐點，可能轉向就會喺呢度出現。我哋分析咗個方向同埋主導嘅狀態嘅時候，我哋就要
搏一個位置，等待呢個位置出現一啲我哋想見到嘅嘢。咁而想見到嘅嘢咧，就係分開咗時間方面啦，同埋 momentum 方面。momentum 方面就係所謂價格行為動力學啦。我哋見到動能嘅推進，佢哋有咩嘅分別啦？有啲咩嘅先兆去造成跟等等嘅嘢啦。咁時間啦，一啲時區上邊啦，禮拜幾係有特別優勢啦，一日入邊邊一啲時間點特別有優勢啦。呢啲都係屬於成個市場分析模型。我哋透過呢啲嘅學習嘅認知與資訊咧，我哋有足夠嘅實力咧，可以喺一幅具深度嘅價格圖表入邊市場深度一定要捉即係點解期貨外匯呢類型係我哋嘅戰場，更加因為佢深度夠高啊嘛。深度越高嘅市場，我哋就越能夠發揮到我哋呢一種價格為本嘅一個技術。OK， 咁呢度咧你就可以做到觀察分析報告你已經可以喺交易上邊咧去做得到嘢㗎啦。OK， 但係我會認為喺成個 trading career 上邊咧，佢真係唔止呢一啲硬性嘅資訊，呢啲只係一啲情報，呢啲係行之有效用嘅一啲嘅方法。但係你要做到好嘅 trader， 你要 trading 上邊有好成績，佢並唔係呢啲單憑呢啲資訊咧就可以令到你做得到嘅。OK， 咁呢個係成個我哋嘅 framework 啦，你會見得到撇除上邊嘅預備課同埋之後啲追加課去補充成件事上邊咧，其實成個骨幹，成個我哋嘅骨幹入邊咧，佢都係跟住呢件事去行嘅，即係所謂我自己講嘅交易思考流程。嗱，交易思考流程咧喺我自己嘅角度入邊咧，佢並唔係一個好似工廠式嘅流程圖嚟嘅，佢唔係咁樣嘅，唔係一種線性嘅思維。工廠式嘅就係啲乜嘢？我哋有 input， 即係有啲嘅輸入，然之後咧我哋就 process 有流程去行，跟住就產出。佢往往咧好似一個流線型線性咁樣，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咁樣嘅方式。我認為呢一種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即係我知道嘅好多人都好嚮往呢一種好似唔係太使靈活思考唔係太使變通式嘅呢種線性嘅邏輯 ，step one、step two、step three 咁樣。OK， 呢一樣嘢咧喺有限嘅情況底下咧，佢都可以用得到嘅。但係如果你要我講最終極、最理想嘅狀態，其實佢冇咗呢一種咁樣規限性、規矩性嘅一個流程嘅，但係佢亦都係有一個系統包覆住佢，佢哋有唔同嘅元素互相去互動，佢哋之間係互相有關係，唔係割裂嘅。OK， 互相有關係，但係並唔係割裂嘅。呢個就係我哋要了解系統應用嘅一個好重要嘅方式，系統性思維嘅呢個概念啦。咁你見得到啦，我哋喺中間擲地而道嘅部分，即係你哋第一課遇到嘅，我哋之後咧都會有唔同嘅課題，其實去講解呢樣嘢啦，價格位置呢一個咁嘅重點。OK， 其次嘅順勢而為講市場狀態嘅有一啲嘅趨勢定係橫行啦或者我哋之後提到一啲吸貨派貨拉升拉跌啦，一啲做市商獲利原則，佢哋經常性喺市場流動上邊嘅一個方式。而通過呢啲咁樣嘅宏觀嘅 framework 呢啲系統底下咧，我哋中間會有啲嘅細節去捕捉得到嘅，譬如係我哋留意嘅 momentum 啦，留意個時間啦，留意市場嘅流動性啦、止蝕盤啦，呢啲咁嘅東西咧，都會令到我哋喺好似放大鏡一樣細節一啲咧去睇呢件事係如何發生。咁當呢啲認知佢哋冇先後次序，冇優劣前後之分嘅，佢哋通通都係咁重要。而當你全部都叫做理解咗個本質，明白咗個原理，並且將佢哋可以融通，將佢哋變成一個可以可行嘅整全系統嘅時候咧，交易嘅技能就開始會形成。然後經歷過體驗啦，經歷過修正啦，再去檢視，再去提升咧，你慢慢越嚟越貼近呢個系統咧可以運作到嘅本質。呢個就係我自己即係叫做自己 trading 嘅方式啦，以及去指導大家嘅一個方式。通常咧就係透過睇下人哋點樣諗嘅呢件事你會發覺咧，當我譬如喺直播嘅分享又或者係做培訓嘅時候，同大家分享一啲交易嘅睇法我點樣睇呢件事嘅時候咧，你發覺我每講一句説話，你都可以明白嘅。OK， 即係你之後而家可能你未認識呢個咁樣嘅技能嘅時候就唔會啦。即係當呢個認知呢個元素你了解咗，我只係用翻嗰啲嘢出嚟啫嘛。咁所以我每講一句説話咧，彷彿你都會明白嘅。但係你就會睇嘅嘢就係嗰個思考路徑，點樣由一開始觀察呢件事開始留意啲細節，觀察到啲乜嘢，所以會有啲咩嘅分析，然後作出啲咩嘅判斷。呢一個思考路徑先至係學習嘅一個重點嚟嘅並唔係呢個資訊你了解咗就即刻可以攞去賺錢佢唔係一件咁樣嘅事嚟嘅。簡單嚟講咧，我哋就係了解一啲唔同嘅元素一啲看待市場嘅一啲關鍵嘅焦點，我哋用呢啲焦點咧去慢慢可以睇得通而家發生緊乜嘢事。當我哋知道市場而家發生緊咩事，我哋睇得到個故事
成個 storyline 係點樣走嘅時候咧，咁我哋嗰個決策就自然變得有優勢嘅。OK，跟住啦，我都為大家講得好清楚啦。我哋喺交易訓練上邊咧，會有3大方向去做嘅。第一個叫做認知深化嘅階段，亦都係我自己認為最淺層一開始嘅交易。嗱，最淺層唔等於係你一開始做先，之後唔使再做，佢唔係咁嘅。佢係講緊你對於呢一個交易思考流程嘅系統嘅運作，可能係入邊一啲細節上嘅嘢，即係一啲比較所謂教科書啲嘅嘢，你會唔會知啦？例子就係譬如人哋問你，喺地球嘅立足點嘅時候，太陽邊度升起㗎？咁你正常係答東邊㗎嘛？咁呢個係一個認知嘅問題。咁如果你答北邊，咁可能大家嘅認知就會唔一樣，你就會發揮唔到咯。所以認知深化有最淺層就係純粹你知唔知道一啲定義上嘅嘢，比較簡單嘅嘢，你記唔記得先？但係呢啲記得咧，對我嚟講亦都唔係生記硬背嘅。俾一個焦點你，然後你喺市場入邊玩咧，你慢慢都會見到呢啲焦點不斷地發生，佢都不斷地幫你去鞏固你呢個認知。因為我覺得學 trading 有樣嘢好幸福嘅，俾啲焦點嚟，你去用呢啲焦點，你會發覺呢啲焦點喺市場上邊不斷地佢會自我印證，自己發生。都係我之前提過一句説話，叫做真理不證自明。我唔需要去說服你嘅，我只需要話俾你知道個市場成日都係咁跑，然後你見到佢不斷地發生咧，你慢慢自然會認得呢啲認知嘅。OK，所以只係你知道唔知道呢個焦點嘅分別即係你咩都唔知道係咩嚟，咁你自然睇落去咪覺得佢好混亂咯。但係當有人話俾你知，你可以咁樣去看待呢件事，咁樣去睇嘅喎，你自己都會睇得出呢啲焦點嘅。OK，咁所以認知深化嘅部分，第一步就係你認唔認得啲嘢先。咁呢個方法咧有咩？即係呢個領域啦，呢個部分啦，可以透過啲咩嘅方式去訓練咧？就係問問題就係問問題，問自己兩款問題。一種問題就係一啲系統定義嘅問題，喺你嚟緊嘅學習入邊，你會了解到，譬如支持阻力係啲乜嘢啊？價格互換區係啲乜嘢啊？突破區又係啲乜嘢啊？黃金比率咩嚟㗎？趨勢係咩嚟㗎？點定義啊？點樣用啊？呢啲都係屬於交易系統定義嘅問題。咁你不斷地問自己咧，其實係非常之有效嘅方法咧，幫自己去記得一啲事情嘅。曾經有個好出名嘅一個即係叫做實驗啦，去了解小朋友學習嘅呢一件事嘅。咁一班人咧就係你而家温書，俾5個鐘頭你温，温完之後咧就去考試。另一班人咧就係每温1個鐘做一個好少嘅測驗，再温1個鐘做一個好少嘅測驗，又再温1個鐘做一個好少嘅測驗，咁測夠佢5次大概係咁樣嘅運作原理啦。然後先至大家參與嗰個本來就即係5個鐘後要去實行嘅嗰個測試，咁一定係啦，就係做咗5次小測嘅嗰個羣組咧，佢哋係會考得好啲嘅。咁當然啦，交易並唔係考試啦，我哋而家唔係去考試，咁但係我哋要知道就係我哋人腦嘅機制入邊咧，我哋透過一啲反覆問自己問題，透過解答呢一樣嘢咧，係可以令到自己明白更加多嘅嘢嘅。所以我哋唔好用一副我聽完你講課我就記得，跟住揾張紙出嚟默書咁樣默咧，係冇乜用嘅，咁樣就變咗背誦。但係我哋多啲問自己問題自己識得問自己問題，或者你哋有書友嘅你哋一齊學嘅朋友入邊，你都可以大家自己互相去問呢啲問題，一啲系統定義性嘅問題。咁其實咁樣好快咧，你就會可以釐清到成個系統一啲定義性嘅嘢。咁當然你發覺自己有啲嘢錯漏咗，唔記得，咁咪重溫咯。或者遲啲有本書喺手嘅時候可以睇翻咯。呢啲都係幫大家好快可以重拾翻一個即係叫做認知上正軌嘅一個方式。OK， 咁有另一種問題咧就係一啲實戰處境嘅問題。OK， 問呢啲處境問題就唔再係問支持阻力係咩嚟或者係問呢種可能就係問啲比較闊啲啦，喺實戰場景性、處境性一啲嘅問題。OK， 可以係一種面對實戰情況下嘅問題嚟嘅。OK， 即係譬如真係有幅圖喺你前邊，然後你見到呢個局面，呢個局面下會點樣做嘅呢種比較場景式啲嘅問題。OK， 或者係可以係一啲嘅思維上心境上邊嘅問題例如係當我哋 day trade 嘅時候，感受到自己情緒比較失控啦，所謂 on tilt 啦，有一啲嘅急躁有一啲嘅恐懼有啲嘅暴躁，想快啲追數報仇落大啲呢一啲咁樣嘅行徑嘅時候，我哋要點樣做呢啲咁嘅實戰處境啲嘅問題或者係再 back to the basic， 咁我哋點樣觀察到咧？既然我哋知道人類嚟嘅，我哋有陣時喺 trading 嘅時候都會面對呢啲所謂嘅腦交戰，你嘅 emotional 有啲嘅唔同嘅影響嘅時候，我哋又點樣去洞察得到佢咧？有咩方式咧？點樣透過深呼吸啦，透過觀察自己嘅膊頭啦，透過腹式呼吸保持一個心
遠淺嘅深嘅遠嘅實嘅一個深呼吸嘅時候，保持自己嘅節奏，呢個都係可以令到我哋自己咧保持客觀冷靜嘅方法嚟。等等等等一啲好多實戰場景式嘅問題，就係可以去問，都係關於認知上嘅嘢嘅，對我而言。OK， 咁所以可以有張白紙啦嚇，或者 Trading View 嗰度空白自己去撩啦，因為始終交易係一件互動嘅事，有價格互動嘅。有陣時我哋真係望住幅圖表，喺幅圖表上邊去問自己問題咧，又有啲價格可以睇下嘅時候咧，你會可以問嘅問題會闊啲，會重要啲。所以我好建議大家喺成個學習嘅過程入邊，即係叫做 combine 埋上次同大家講學習的王道嘅部分啦。我哋要知道自己係點樣去學習，我哋嘅人腦係點樣去 acquire 到一個技能。OK， 咁呢樣嘢咧配合嘅時候，你先會學得好嘅。就並唔係我話啲咩資訊俾你聽，你記完你就會做得好。佢唔會咁嘅。我俾咗啲焦點嚟，俾咗啲交易認知上嘅嘢嚟，亦都不斷地示範俾你睇點樣去做分析，點樣去觀察，點樣去做佈局，等等等等，都係要靠你去學習呢一種思考路徑，然後自己問翻自己問題，自己去試，自己去體驗咧，你先會學得到嘅。OK， 跟住另一部分就係死圖訓練啦。死圖訓練就係開幅圖出嚟。我哋以發現、觀察、研習為主，你想去應用你自己識得嘅認知 ，OK， 即係將一啲嘅趨勢橫行畫出嚟啊，將一啲你嚟緊學到嘅交易焦點入邊去 point out 出嚟啊，然後睇佢哋點樣行，睇佢哋點樣走。個重點係喺睇故事，你真係當自己好似睇緊一本故事書咁樣，由左至右咁樣去看待呢個價格故事點樣去發生。好簡單一句説話，如果你連睇佢點，即係佢發生嘅咩事你都睇唔明，咁你點可能喺呢度可以賺到錢呢？係咪？所以我哋第一步唔好諗自己邊度入市，邊度出市，咁快就諗要落單，然後賺錢，唔好咁快諗嗰啲嘢住。你睇得明先啦，係咪？所以第一步往往係你睇得明先，你知道佢發生緊乜嘢事，睇唔睇得明，邊度突破，邊度吸貨，邊度拉升，邊度拉跌，邊度行，你純粹睇得明個 flow，佢係點樣行。而透過死圖嘅訓練，透過你即係純粹以發現、觀察、研習為主，閱讀故事呢一個咁樣嘅動向去做呢件事咧，你慢慢會睇得明嘅。而呢個係基本功好重要嘅部分啦。喺之前嘅教學入邊啦，有好多嘅學生可能急於求成，想快啲賺錢咧，都會 skip 過咗。而我會話啦，你 skip 過咗，你遲啲都係要還嘅，係啦，即係呢啲基本功啊，呢啲扎馬啊，呢啲咁實在嘅核心嘅基底咧，你遲啲你都係要翻嚟嘅。因為佢係最實實在在令到你喺個市場入邊可以個理解力比較高嘅一啲嘅訓練方法咯。咁之後就係生圖訓練啦。生圖訓練意思即係幅圖識喐啦。死圖訓練就係幅圖唔喐嘅，你已經係行晒你睇嘅啫。生圖訓練就係佢識喐。我哋透過 replay 嘅方法啦去做一個訓練嘅。咁你呢個重點就係咩咧？其實就係場景式訓練嚟嘅，就係你已經模擬翻自己實戰場景嘅部分，要有臨場感。如臨其境咁樣訓練，我都寫得好清楚啦。你要包括你嘅時間啦，入市管理每個行動都需要原因同埋理據，即係我哋模擬翻我哋實戰嘅時候嗰個時間。譬如你見到個交易機會係半夜發生嘅，你都好清楚知道自己半夜瞓緊覺㗎啦。咁嗰個 trade 唔關你事。我哋就要好實在地計劃翻跟翻自己嘅 trading schedule， 究竟我幾多點係攞嚟睇市，我幾多點係炒嘢嘅，然後如實地喺個 replay 嘅虛擬嘅練盤嘅階段入邊，我哋用翻自己呢啲嘅 criteria， 用翻自己呢啲嘅準則，用翻你自己交易準則去行一次。咁中間其實就係不斷地思考嘅，即係我見到呢樣嘢嘞喎，我會點樣做？又有另一樣嘢發生咯，我而家又點樣諗？咁呢個透過呢個過程，其實係三者咧都不斷地提升，亦都係一樣三大方向啫，冇分先後次序，冇分邊個重唔重要。佢哋即係大部分情況下，甚至乎係交替式訓練嚟嘅。OK，咁但係當然啦，如果認知深化同埋死圖訓練嗰個部分都仲係一個叫做唔係咁理想嘅情況咧，你好難去到生圖訓練㗎嘛。即係你要明白嗰樣嘢，你開始睇得通透啦，你先可以去應用㗎嘛。咁所以認知深化就係技能，你知唔知道，你理唔理解嘅呢一個嘅部分嚟嘅。死圖訓練就係，你認知 OK 啦，你了解啦，你睇唔睇得到 ？OK， 你可唔可以去善用佢？你睇唔睇到？當你睇到見到啦，我哋生圖訓練就係應用啦。開始喺實踐應用上邊咧，去睇下自己可唔可以實踐翻出嚟，認得翻嗰啲嘅關鍵嘅拐點等等等等。而佢哋係會交替嘅，佢哋會交替訓練嘅。OK， 之後啦，咁亦都講到交易成功三大元素啦，有一個位置同大家講啦。其實我哋頭先講咁多嘅嘢，都只係其中一個部分，就係技能認知上邊。
就係成個交易銷售流程係咩嚟啊？你練緊呢一啲東西嘅嘢都係技能認知嘅部分。OK，咁所以就好容易明白啦。咁其次就係心理認知同埋自我管理嘅部分，呢個係極大部分嘅人都會忽略，而我會認為呢個就係 differentiate 佢哋可唔可以去到 the top 嘅一個重要關鍵點嚟嘅。佢對於自己嘅心理回路去認唔認清。咁我哋之後喺課堂入邊啦，你會見到我不斷地夾雜住有交易心理01啦，去到06嘅部分。佢就係我自己走過成個 trading career 去到目前為止咧，我感受到自己心態轉換啦、心態變化啦、心態提升嘅一啲嘅門路、一啲嘅法門嚟嘅。OK， 經歷過前邊嘅開始做得好，跟住亦都中間可能有撞過板然之後有啲嘅時間表上嘅規限，令到我一個本身係一個唔係咁有所謂紀律性嘅人咧，我係一個比較隨性啲、自在啲嘅人嚟嘅。咁去到之後啦，因為個 sizing 啦點樣可以令到自己衝破所謂 mental capacity， 即係由以前打開幾十萬倉位可以發揮得好如常嘅，開始去到200萬、300萬，開始打唔上，我棘住咗，自己會驚咯喎，啲銀碼跳動會驚咯喎咁去到之後1000萬級倉位嘅時候，你成個人嘅想法，你成個人嘅佈局會開始隨住 sizing up 咧係會有唔一樣，係人之常情嘅。好多人會覺得咪又係一樣，咪又係咁樣撳，呢個係道理係咁樣啫。但係實戰嘅情況下，我縱觀而言，我哋唔係機械人嚟噶嘛，我哋係有血有肉嘅人嚟嘅。咁所以點樣可以配合翻自己嘅自身嘅性格啦、自身嘅狀態咧，去做配合咧，都係心理認知上邊咧要去努力同埋去思考。而我都覺得呢樣嘢係好靚嘅即係當你喺 trading 嘅 mental 上邊，你有一定嘅了解啦、鞏固啦、修練啦，佢會帶翻俾你做人都好啦，你都會個人會成熟一啲啦，會快樂啲啦、平靜啲啦、健全啲啦。因為我成日都講市場本來就係一個好變化啦有個風險啦，佢係生嘅，不斷地喐嘅。交易如人生，市場都係睇住。你諗下市場嘅期貨深度就係全世界嘅人都可以參與，而佢哋都真係真金白銀擺落去嘅一隻 game 嚟嘅，即係大家都係用自己嘅錢擺落去呢個市場上邊，所以呢個市場呈現出嚟嘅真實性、人性嘅真實性係極度之咁真誠嘅，你會見得到嗰個真理嘅運行嘅。咁喺你隨住時間入邊，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因為呢樣嘢係好靚嘅，對我嚟講，好有藝術成分嘅一件事嚟嘅。圖表係一件好靚嘅事嚟嘅。OK，咁所以心理認知啦，我哋要了解到開放心態啦，我哋知道點樣所有嘢都可以發生，所有嘢都會發生。我哋點樣去順應呢件事？點樣應對？所有嘢冇答案嘅，只有我哋當時認為呢個 action 合唔合理，係咪一個具期望值係咪合理？我哋咪認為呢個係應該做，我做100次我都會做嘅一個舉動。佢唔係存在一個單純嘅對與錯嘅。咁同埋我哋會擁抱風險啦，因為我哋知道其實每一個風險佢哋後邊代表住嘅都係潛在回報。當然我哋會合理地去擁抱一啲計算好的風險，即係所謂嘅 calculated risk。我哋係知道呢個風險係咁多。我哋願意去冒上嘅風險，我哋不能夠冒一啲自己係不能夠承受或者你冇預估自己承受嘅風險，否則就會令到你成件事散晒。呢都係我哋心理認知上邊咧慢慢去建立。咁喺嚟緊嘅課堂入邊，交易心理01至到06就係我自己由啱啱認識呢件事去到走到呢一刻為止嘅一啲嘅想法啦，一啲嘅領悟嚟嘅咁交易心理06咧係即係今次做呢個修訂嘅時候咧嘅一個即係全新嘅感悟嚟嘅，亦都係我自己呢年半至2年入邊一個感悟啦，然後令到我成個嘅 trading 嘅一個狀態都有一個好大嘅跳躍嚟嘅。OK，咁其次就係自我管理嘅部分啦，點樣提高自己管理好自己嘅部分，包括係你嘅技能、技術、交易呈現嘅倉位。包括係你自己嘅生活節奏，包括係你嘅身體，包括係你個人嘅腦袋即係你精唔精神啊，你 sharp 唔 sharp 醒情緒浮唔浮躁急唔急進呢啲嘢都係自我管理。咁對我去到後段嘅時候，我更加認為呢一個先係就係咯好重要地分野出好 top 嘅 player 同埋普普通通淨係可以贏錢嘅 player 嘅極大嘅分野點，就係你可唔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你嘅思維嘅回路係咪一個合乎呢一種方式嘅回路？咁呢啲都會同大家去分享到嘅。OK， 跟住啦，有幾個嘅 slide 啦，去定義，希望大家用呢一種嘅思維框架去對待自己成個 trading career， 以及對待成個順流道你一路嘅學習，一路嘅提升。呢個提升係跟住你一路嘅，只要你一路唔放棄 trading， 你一路都喺個 market 上面賺錢咧，呢一個咁樣嘅成長嘅周期佢係唔會完。所以我認為交易係馬拉松，
一定要好好緊記呢一個咁嘅比喻。交易係一個馬拉松嘅遊戲，佢唔係短跑，佢唔係你短線贏咗一次你就我退休啦，佢唔係一件咁樣嘅事嚟。一旦你用短跑嘅角度去看待呢件事，你會好急進。就算你會贏得一波兩波嘅快錢，你最後都會輸翻出去。正如我成日講嘅，你用運氣贏翻嚟嘅錢，你會用實力輸翻晒出去。係啊，所以我哋要令到自己贏翻嚟嘅係所謂實力嘅錢啊，係一啲知足嘅錢，係你知道自己贏緊乜嘢嘅錢，清清楚楚。交易係馬拉松啦，所以我哋更加要尊重個人特質。有好多人去學習或者去模仿人哋嘅交易風格，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因為好多嘅學習咧都係源於模仿，源於呢種互相嘅探討。但係最後我哋一定要尊重所謂嘅個人特質。每個人嘅性格係唔一樣嘅，有啲人會進取一啲，有啲人會保守一啲，有啲人即係所謂大家早排好興係嘛，做 MBTI 係咪16型人格咁樣，你都會知道啊，你係咩 IN 咩 J， 你有 E 人格，我有 I 人啊，你就 P 嘅，我就 J 嘅係嘛？大家早排玩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叫做心理測驗去制定呢啲人格嘅 pattern， 大家就明白到我成日自己認為一樣嘢啊，我哋去自我溝通、自我了解固然係對自己一個好好嘅一個溝通嘅互動啦，但係更加多嘅就係你會知道每個人都係唔一樣嘅咯，每個人都係獨特嘅，佢可以係唔一樣。雖然可以有分型，好似感覺上都有啲 type 喺度係差唔多，但係喺呢個差唔多嘅當中咧，都會有啲嘅唔一樣嘅。啊，無論係個性格啦，無論係個環境啦，無論個背景啦，個成長背景啦，或者係佢而家嘅身處嘅生活背景啦，幾多歲啦，有冇小朋友啦，可以承擔嘅風險水平啦，佢嘅精神力啦，等等等等都可以有好多嘅唔一樣。而你要跑馬拉松，佢係一件長線持續性嘅一件事嚟嘅，所以你一定要尊重自己個人嘅特質，然後塑造你自己嘅交易風格。OK， 即係譬如我自身咧，可能大家去到之後嘅課堂就會更加明白。我自己就有一套叫做長短刀嘅交易風格。長短刀係日本五輪書，一本書叫五輪書，咁佢係即係所謂好似日本嗰邊啊，好似我哋中國道德經咁樣嘅級別㗎啦，即係一啲經典嘅書嚟嘅。咁呢本五輪書就係宮本武藏寫嘅，佢講到自己作為即係第一劍客，佢自己一啲嘅人生哲學啊等等等等。咁啊二刀流就係長短刀啦。咁喺我自己嘅套用入邊咧，我就攞咗長短刀呢個概念咧，就喺我 trading 上邊嘅個人風格去呈現，就係有短炒嘅部分，亦都有長啲嘅部分。即係咩意思咧？喺交易嘅安排上邊，我知道有一啲特定嘅時刻，對於 day trading 係特別有優勢。呢啲叫短刀，佢嘅優勢就係靈活啦，靈活可取輕巧啦，可以即係靈活性大啲啦。咁啊喺嗰啲位置我可做可不做啦，咁樣嘅狀況。咁而長刀嗰部分就係佢距離可以遠啲啦，佢柔啲啦，慢啲啦，唔會需要咁急啦，輕身啲啦。咁我哋喺個 trading 上邊咧，透過 day trade 同埋所謂嘅一啲可能你用大啲嘅 time frame 去操作，可能係1小時圖嘅30分鐘圖嘅，呢啲大少少，然後坐一個可能預咗係1個禮拜或者2個禮拜左右嘅 trade 嘅，咁佢呢啲 trade 就會係屬於嗰啲嘅部分。咁喺長短刀嘅融合底下咧，佢會有一個展現出好高嘅平衡力嘅。即係又會令到你唔會成日都冇 trade 做啦。個人好詐忌嘅，成日覺得話我坐一日得個睇字冇嘢做就開始急，你嘅決策就會跌。OK， 即係有冇聽過啲人講到，譬如去賭場係嘛？只要佢埋張賭台夠耐咧，佢一定會輸晒啲錢嘅。因為人就係冇辦法頂得住嗰種嘅忍耐或者淡定，我哋唔好去挑戰呢份人性。所以喺風格上嘅設定入邊咧，我就會安排2種嘅交易風格去融合埋一齊，但係又唔使特別學嘅喎，因為佢哋同一個原則嚟嘅。OK， 即係大家都係喺交易思考流程喺順流度嘅一個交易風格入邊咧，係一模一樣嘅，只不過呈現出嚟嘅模樣、用嘅場景有少少嘅唔同啫。但係你嘅認知係一樣嘅，咁就會好平衡啦。我又會有短炒部分可以幫我補翻頻率呢一樣嘢，但係我亦都唔會有過度嘅頻率去令到我揸乾我成個人嘅精神力，或者令到我成個人即係對 trading 對到想嘔啊，對太多啦，你就會冇咗呢一個咁樣嘅問題，會變得平衡一啲啦，成件事會做得更加好。咁呢種就係自我本性為基礎嘅一啲個人優勢。咁但係大家可能唔同地方生活，大家嘅時區又會唔一樣啦，大家可以放喺 trading 上面嘅時間又會唔一樣啦。咁到時喺成個課程完結後，你慢慢都要去總結翻、整合翻你屬於自己嘅個人風格嘅。咁當然啦，亦都可以揾我去從旁去幫手啦，即係我去知道你嘅狀況係點樣啦，你嘅時間啊、你嘅精神力啊、你嘅風險取態啊等等等等，我幫你去制定，亦都係可以嘅。
咁啊對我嚟講啦，trading 呢一件事，我涉獵嘅層面真係比較闊啊！喺而家入邊咧，我就將佢聚焦咗去一啲最有效啦、最適合我而家生活狀態啦嘅一啲嘅 trading 嘅風格咁解嘅啫。咁但係其他嘅一啲唔同嘅方式啊，我都可以靈活啲去有啲心得咁樣啦。OK，咁啊其次啦就係一個交易重塑嘅過程。永遠都係咁樣嘅，我哋學習一樣嘢一定要識得放低自己嘅認知，用初學者之心去學習。OK，然後喺一個唔違背個性同埋唔違背客觀事實嘅情況下，去整合呢個策略。呢一個係好關鍵嘅重點，希望大家記低佢嚟抄低佢啦，或者你記入心。我哋學習任何嘢都好咧，喺學嗰刻咧，要用一個不相信也不懷疑嘅概念啊，保持對事情嘅質疑，係令到你不斷地去思考，然後你會做得更好嘅方式嚟嘅。但係我哋呢一份嘅質疑咧，並唔係敵意嘅，並唔係帶有批評或者敵意，只係我唔會咁容易就信咁樣嘅狀態係好嘅，係好嘅。咁但係咧，亦都唔好過度地去懷疑，因為過度地去懷疑咧，你都會令到自己有個 bias 喺度，你吸收得唔好。保持呢個中間嘅不相信也不懷疑嘅中間嘅方式咧，去看待呢件事。咁你會話咁個基準喺邊度咧？當佢呢個基準都唔存在，揈嚟揈去嘅時候，係啦，就係呢個基準啦，不違背個人嘅性格以及市場客觀嘅現實，甚至乎延伸開去就係呢個世界客觀嘅現實。譬如我成日都講有一啲嘅理論咧，佢哋好似係亙古地喺呢個宇宙間不斷地發生，咁呢啲就叫恆定嘅一啲嘅理論或者規律。另一啲就係一啲變動啲會喐啦嚇，佢嘅一啲嘅規律啦。例如有啲咩恆定唔喐㗎，係咪200定律就係一個長期成日都用啦，你都見到啦嚇。所以所謂嘅有80%嘅資源、80% 嘅可能成果咁樣，都會係20% 嘅你嘅 focus 嘅時間，或者聚集咗喺20% 嘅人手上。呢一個即係大嘅嘢會聚焦咗喺小部分嘅嘢嘅呢一個咁嘅概念，佢都會不斷地出現。即係好似市場入邊成日都話80%以上嘅人都係輸錢嘅，只有少數嘅人贏錢，一樣嘅道理。8二定律啦，係一啲經常性出現嘅一啲嘅理論啦。啊，吸引力法則啦，大家有聽過能量交換啦，呢啲都係經常性喺已經不斷地被驗證。尤其是而家嘅即係有量子力學嘅年代，再配合人工智能嘅年代，好多嘢都可以被驗證。咁當有呢啲驗證嘅情況下咧，我哋要知道呢啲叫現實。咁當佢係現實嘅情況下咧，我哋唔可以違背個現實嘅。你抗拒個現實如實嘅運行，你去用你自己嘅妄念去做操作咧，就只會係即係遍體鱗傷，甚至乎係即係一敗塗地。咁所以我哋去選取策略啊、應用策略嘅時候，一定要貼近自身，並且尊重客觀現實。OK， 嗱有陣時個客觀現實同你個人嘅性格取向可能係有少少嘅違背嘅。咁嘅情況下，你一定都要尊重翻自己個人嘅性格。OK， 去喐咯，總有你嘅一片天地。即係唔係每個人都適合日日都 day trade 嘅。我啲學生可能係專注於 day trade，佢哋唔炒任何要 holding、要 hold position 嘅呢個方式，佢淨係每日做好2個半鐘頭 day trade，跟住佢收工。每日就係嗰2個半鐘頭集中，其他時間去收工，過翻自己嘅 life。有啲人反而覺得 day trade 嗰段時間好逼啊，個感覺好緊湊、好緊張，佢中意反而係遊下，慢慢諗好落 trade，跟住可以 hold 一段時間，有耐性一啲嘅。呢個係性格嚟嘅。呢個係性格嚟嘅，唔好違背自己嘅性格去做一啲反向嘅嘢，否則你好難持續地做好呢件事。終身學習啦，除咗交易技術以外啦，點樣去保持高競技狀態同埋嗰份自在悠然自得嘅心境係關鍵。點解咧？Trading 呢件事特別會呈現出呢樣嘢嘅重要性嘅。Trading 好得意，佢有無限嘅自由俾到你，接近24小時7日一個禮拜咧。尤其是而家有埋虛擬貨幣嘅市場底下，禮拜6日都有嘢俾你炒嘅。咁所以你一旦沉迷咗呢件事，你不能自控咧，你係1至日你都可以玩呢隻 game。呢個係好自由、好幸福嘅事，但係亦都係令到人哋好多即係做得唔好、長期喺度兜轉嘅重點就喺呢度。因為佢個高競技狀態，人一定係會退嘅。你冇可能可以永遠保持 peak stay 24/7嘅，你一定需要休息。重整、休息、重整，佢係一個陰陽嘅周期，必然嘅。心境亦都係一樣，你要有嗰種隨性、嗰種自在，你就要保持呢種柔嘅力量 ，be soft 嘅一個力量，先可以令到你去表達，令到你發揮翻你自身最高競技狀態咧，得以維持。呢一樣嘢係即係 trading 好特別嘅一樣嘢啦。呢個心智運動入邊好要求嘅強度嚟。咁當然啦，呢種保持競技狀態同埋呢個心境咧，喺好多嘅頂尖運動員入邊啦，大家都會見得到類似嘅呈現嘅。咁而 trading 都係一樣
trading 係一樣，佢係一個好心智高強度嘅嘢。正如上次我提過啦，佢同捉西洋棋同打德州撲克同而家玩電競嘅嗰啲僆仔嗰種集中度咧，係好接近嘅心智運動嚟嘅。所以我哋要咁樣看待佢。OK， 咁其次就係時間表啦，目標制定啦，我哋有 target 啦，可以去 on track 咁樣去睇下自己點樣去發生啦。有冇啲嘢甩開咗自己嘅一啲嘅情況啦？咁呢啲嘢喺個課程嘅運行入邊咧，都會去分享俾大家聽。其次啦，呢啲就係更加想大家去理解到，因為呢樣嘢唔係一朝一夕嘅，係一個方向嚟嘅，係一個浸翻嚟嘅嘢嚟嘅，浸潤翻嚟嘅一件事嚟嘅。交易者思維養成，甚至乎我自己認為係一啲好好嘅 strong mind 嚟嘅，佢會幫到你喺好多嘅唔同嘅範疇入邊咧，都可以應用得到嘅。咁都係嗰句啦，因為即係 trading 係喺最殘酷嘅市場入邊去發生嘅。呢一個市場大家都係想贏錢，係一個咁真槍實彈、真金白銀嘅市場入邊，大家去殺戮，然後成為最後嘅贏家嘅人，佢哋嘅思維都一定係喺個世界上邊有可取嘅地方，喺唔同嘅場合下應用得到。OK， 首先第一樣嘢啦，順流度成個交易系統嘅呢一個思考概念、交易嘅認知上邊，我希望可以令到大家知道，佢只係一個思考方式與指引。我係提供一條路。然後我自己行喺前邊，將呢條路照亮佢，即係我做俾你睇。我喺直播入邊分享俾大家聽，咁當然嗰度就好少部分啦。喺一啲嘅培訓嘅呈現，喺一啲嘅交易嘅復盤入邊，我將我自己嘅想法都去拆解晒俾大家知，就係去展示呢套嘢俾你睇，咁你會知道佢點樣用啦。甚至乎一啲真係實地實場實景，真係呢一刻發生緊咩事，你即刻問我，我即刻答你嘅呢種方法，呢一種係一種展示出思考方法與及指引嘅一個方式。而佢唔係牢不可破嘅，即係我係咁樣睇啫，唔係我啱晒嘅，只係我嘅用呢一套系統嘅呈現方法嘅時候，當時我會咁樣諗嘢我會話俾你知呢樣嘢係可能高機率佢會咁樣發生，我會咁樣認為呢一個風險我願意孭，咁但係我都有輸，即係我自己個倉願意孭唔係孭你嗰啲，係啊，咁但係都有陣時係會輸㗎，都可以輸㗎，但係我哋可以好確定，但係就係我哋做幾次，我哋就一定唔會輸。我冇辦法確保我每一個 bet 我都100% 贏。但係我可以100% 確定我一個禮拜埋單一定贏。OK， 嗰個理論係咁樣。我做即係正常一個有決策思維嘅人都會知道，唔會同你一鋪豪賭。個理論就係因為我知道優勢喺我度，我寧願同你打10次、100次、1000次。我知道我長打一定贏，但係我唔會同你一鋪打晒，就係類似呢個咁樣嘅概念。咁所以呢一個成個順流度，希望你哋記得佢係一個思考方式與指引。就算唔同嘅交易認知、唔同嘅交易元素擺落嚟，呢個系統都能夠將佢哋包覆，可以確定。即係而家有陣時一啲所謂新穎啲嘅交易技術，或者有啲朋友過嚟去同我分享一啲佢而家嘅認知，牽涉嘅市場可能甚至乎係 A 股市場。A 股市場應該係大家而家絕大部分人都唔明白嘅一個市場嚟嘅。因為而家係香港嚟計啦，香港已經算係即係亞洲當時嚟講，我哋喺港股嘅認知，喺可能甚至乎馬來西亞股嘅認知，喺外國一啲嘅華爾街嗰邊嘅認知，我哋都能夠接觸到。但係 A 股市場係一個好崛起嘅市場，呢樣嘢亦都係因為語言嘅規限啦，同埋市場未必咁公開、咁歡迎嘅自由性嘅狀態底下啦，會令到佢有好多嘅即係所謂 hidden 啲嘅一啲資訊。咁當呢啲嘅資訊或呢啲嘅去分享到我被分享到嘅時候，我見到嘅時候，我都發覺呢種交易思維咧係可以將佢哋包覆嘅，即係好容易就會學到。簡單嚟講就係好容易就會學到，然後知道邊啲我啱用，邊啲我唔啱用，甚至乎知道佢啱用嘅嘢包覆佢埋嚟，再配合自己某一啲嘅市場認知，將佢哋融合，然後變成一種打法。所以成件事其實佢係一個思考框架與思考方式與指引嚟嘅，佢不能夠即係唔好將佢變成一個限制。我更加想去表達嘅係呢一樣嘢。任何嘅 concept， 只要你一為佢做一個硬性嘅定義，其實佢會立刻被限制。咁我哋唔好畫地自限，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念，想大家去記得同埋攞走。咁第二啦，我哋作為 trading 嘅即係作為 trader 嘅 mindset 入邊咧，我哋要好常用辯證法呢個概念。呢個就係即係經典嚟講啦，即係呢個古希臘啦成日都會用到嘅一種哲學上邊咧，佢哋會去用嘅一個思考方法嚟嘅，所謂辯證法就係提問啦，即係透過提問啦，然之後透過反問自己一開始嘅提問啦，然後重新定義一啲嘅事情嘅。OK， 咁目的同效果其實係為咗乜嘢咧？唔係為咗嗌交啊，唔係為咗嗌交，或者唔係為咗證明自己啱，證明別人係錯。目的同埋效果都係想將狹窄嘅想法去打開。
甚至乎當你咁樣問落去，你會發覺從來都唔存在一種結論係完全正確，因為佢哋都有前提以及佢嘅限制。乜嘢意思呢？用 trading 呢一件事去應用呢，我係非常之有呢個感受嘅，我亦都清楚知道點解即係叫做某一啲嘅 trader 佢哋嘅成長會比較快，就係佢哋可以用一個客觀冇乜即係不帶有情緒嘅方式去不斷運用辯證法呢一個咁嘅方式。咦，打錯字添，即刻幫你改翻個辯字啊！辯證法係咁樣，係啦，嗰個辯證法嘅用途咧，其實譬如我呢一刻喺呢個位置入邊，我想買升，因為我講出一大堆嘅理據，呢個係支持啦，呢個係周線圖入邊嘅大支持，原生動能已經出現啦，有結構啊等等，我可以俾出好多嘅買升嘅理據。但係如果你係有足夠嘅成熟嘅時候咧，你理應一樣可以俾出一啲下跌嘅理據，或者係唔一定升嘅理據，即係一啲所謂嘅反向理據、反問嘅呢個部分。OK， 而當然衡量底下，你可能都會有一個傾斜。OK， 衡量晒兩邊底下都可以有個傾斜嘅，但係唔會係絕不可能存在一個時間點係只有一邊係啱嘅，係唔會存在嘅呢樣嘢。你實實在在地去接受呢樣嘢，因為好簡單。如果當一個位入邊佢嗰樣嘢係肯定存在、肯定佢係升嘅情況下，咁個運作根本就冇可能。咁全世界成個市場喺嗰刻就做嗰樣嘢啦，咁係冇可能嘅。所以任何當時你嘅判斷都只不過係源於你平衡咗兩邊之後嘅一個決定，而呢個決定聽清楚，呢個決定唔一定只有買升或者買跌，可以係唔喐咯，觀望都係一個做法嚟嘅。咁而你要令到自己呢種決策嘅流程不斷可以做到，其實透過嘅就係最經典嘅呢種思考方式，叫做辯證法，提問、反問、重新定義。OK。咁啊，詳細你可以去 Google 啦嚇，睇下啲古希臘嘅哲學家點樣用辯證法啦。但係簡單嚟講就係提出一個問題，然後自己去質疑翻呢個問題，自己去質問翻佢，做一個反問嘅流程，然後兩者去平衡，跟住重新定義。呢一刻嚟計，我暫時嘅想法係咁樣。但係呢樣嘢不斷反覆地進行咧，你會發覺佢係冇完全正確，係冇嘅，因為所有嘢都基於你有前提，基於你有限制。咁睇 trading 嚟計就係你有前提咩？前提通常就係方向嘅前提。我前提跟大 time frame 入邊，我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可能上升嘅，有一個所謂向上嘅方向嘅 bias 啊，我有一個 up trend 或者向上嘅一個 bias， 所以我盡量都要揾升嘅理據去做。呢個係前提，但係唔係一個答案。OK， 咁呢個係我哋一定要去 train up 自己嘅，一定要 train up 自己。個 market 入邊係永遠都冇絕對嘅答案嘅，但係我哋透過辯證法，透過呢一種思考路徑嘅特質啦。我哋可以慢慢做嘅決策咧，喺長玩嚟講咧，我哋偏偏又肯定自己係贏嘅喎，好得意嘅。即係呢個就係提到一句説話啦，叫做不確定感中的確定感。係啊，即係每一下我係有不確定嘅，我冇可能每一下都知道我一定贏，但係我又好確定地，我打10鋪，我打1個月，我一定係贏，係一個咁樣嘅遊戲咯。OK， 咁其次啦，我哋要知道體驗與主導。體驗與過程係主導呢件事嘅。如果你淨係睇片、聽書、睇書，不斷去諗、不斷去做，跟住就即刻去炒啦，即刻去實踐啦，咁樣你未必有好好嘅成果嘅。因為好多時候你都係要透過實際嘅思考、實際嘅練習、實際嘅體驗咧，你先可以將呢一啲嘅焦點慢慢去領悟得到，然後呢啲領悟慢慢內化成你自身，並且可以穩定地使用出嚟。咁呢個就係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咯，因為一開始咧好多人都可能好急嘅，有兩種人啦，有一種就係死都唔出去，即係死都想溫熟書先，了解晒先，佢會幻想自己了解晒成件事，我出去我就可以打死人啦，咁樣即係就可以贏啦。有啲人就係咁諗啦，有啲人就係急不及待，啱啱先學咗2堂啫，即刻出去打，咁兩樣都係唔好嘅，兩樣都係會即係傷痕累累嘅，通常都係啦。咁應該狀況係咩啊？就係喺一開始嘅情況下咧。邊學習邊嘗試，但係有限風險。OK， 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如果你冇本事由1萬蚊打到10萬蚊，你都唔會有本事由100萬打到1000萬嘅。唔好想像呢樣嘢。我哋能夠將一個即係你要驗證自己可唔可以先發揮好呢套系統，你就係先將一個細啲嘅金額，可能1萬蚊打到10萬蚊，你驗證一下你自己成件事嘅體驗呢個 journey 呢個旅程，你可唔可以完成先？咁中間有啲咩嘅北位啊，有咩卡住你啊，有啲咩做得好啲，你中間呢個過程就已經可以好值錢，而且不斷地幫你去
去內化呢個認知嘅，你就會做得到啊。OK，咁所以唔好令到自己一開始嚇怕咗一啲嘢，又或者令到自己過分地去兇猛一啲嘢嚇，佢係一個平衡嚟嘅。我哋重視個體驗，重視個過程，好多嘢表面係個結果，其實實質係個流程，實質係個細節嘅運作。OK，咁其次就係喺交易心理01至06，大家去慢慢去感悟啦，因為當中都會有唔同嘅階段、唔同嘅內容咧，去同大家分享到。你未必係一刻就即刻明白晒，但係我寫晒喺度。你遲啲成條路去行嘅時候，你慢慢有時記得睇翻醒起，你會知道自己處於邊一個階段、邊個狀態，就可以行上去。我成日都講，我只係提供一條路並把路照亮，咁然後你大家向前行咁樣嘅啫。跟住啦，我哋要了解本質同埋內在元素啦，知道呢樣嘢係最重要啦。好多嘢佢總有一個原理喺度嘅。呢個喺依家嘅 Elon Musk 就係大幅地將呢一個物理學嘅一個原理去不斷地去講嘅一件事。我哋簡化一啲嘢，將一啲嘅原理、一啲嘅本質去了解咗佢，唔好生記硬背，唔好套路化一啲嘅事情。跟住了解咗原理同本質後，自然就可以具體化地有啲實操嘅方案同方式，咁樣就會係一個學習呢件事嘅一個真諦啦。另外啦，自我正向式嘅鼓勵啦，呢樣嘢係好多人都誤會或者用得唔好嘅一個方式嚟嘅。所謂正向鼓勵或者係正念呢啲咁嘅字眼，佢唔係代表住正能量即係唔係代表住咩都話好，咩都要笑咩都係正，唔係一件咁樣嘅事嚟嘅。佢係反而代表住一種如實客觀嘅看待，然後只係佢個心念入邊會問，跟住點樣可以更好，跟住點樣會好啲，係有建設性嘅，係有佢對未來充滿希望嘅一種方式嘅積極性啫。但係唔係嗰刻就咩都好，即係嗰刻明明輸嘅或者做得唔好嘅，就係正面地面對自己做得唔好，但係唔係批評，又或者過度地令到自己跌入一個谷底，跟住去抨擊自己冇晒自信咁樣，佢唔係嗰個模樣。所以自我正向鼓勵其實佢係一種生物本能。如果大家有即係叫做養個寵物的話，我唔係叫你將自己當成係一隻狗，咁但係我哋都係生物嚟嘅，生物本能都係中意獎賞機制。呢個係天性嚟嘅，我哋唔可以遺忘呢一個天性，然後做出一啲違反天性嘅舉動。正如頭先提到嘛，係嘛？我哋要知道有啲嘢咧係一個要尊重個人特質同埋個客觀嘅事實嘅情況下去做㗎嘛。個策略嘅方式同一個概念啊。我哋係生物嚟嘅，我哋係自我正向鼓勵咧，先會容易啲去做得好件事。但係又唔係流於嗰種所謂嘅好積極正面，係咁笑係咁嗨咩都好，跟住就嗰種所謂打雞血式嘅方式啦，並唔係嗰種。我哋係客觀中度入邊，但係帶啲積極性啫。我哋睇翻件事嘅本質係點樣發生，個流程係點樣行，咁我哋就自然睇到呢個流程上邊自己邊啲嘢做得好就維持，邊啲嘢做得唔好就去修正，然後有啲咩嘅唔記得，有咩嘅補足，就翻去順流到呢一個咁樣嘅成個設計嘅流程入邊，睇下自己邊一度缺失咗就補翻落去。OK， 跟住就係咯，但係有積極性地咁樣去做呢個成長啦，然後要獎勵自己啦，做得好嘅時候要獎勵自己啦。好多人淨係喺自己做得唔好嘅時候就會抨擊自己，但係忘記咗自己做得好嘅時候都要獎勵自己。而記得重點就喺度啦，所謂做得好唔係你贏錢，做得好係你做成個流程嘅時候符合自己成個系統理想中嘅呈現，即係你有識幾多嘢，你係會咁樣打，你打翻出嚟。只要呢一個嘅流程係你理想中自己嘅流程，咁你就係冇嘢可以挑剔自己，你就可以讚自己啦。之後個分派結果究竟係贏定係輸，係我哋唔知道，亦都唔需要控制。咁當然啦，長計嚟計，你好嗰啲嘅特質你都做好咧，長計而言都唔使好長嘅，就係講緊1個禮拜、2個禮拜內就見到㗎啦。正常就會係贏嘅。OK， 如果佢係輸，就係你流程上邊有啲嘢你要去修正，有啲要去研究一下邊度爭咁啲，就再翻嚟睇下。睇翻成個流程點樣行啊，睇翻一啲嘅示範啊，去中間去模仿啦、修正啦、融合變翻自身嘅一啲方法，呢個就係成個迴圈，OK， 跟住啦，我都建議大家多啲從古代嘅經典去取經啦，因為而家嘅資訊爆炸性年代啦，個市場從來都唔缺資訊，缺嘅反而係情報又或者係智慧。每個人都可以分享好多嘅資訊，每個人都有好多嘢可以寫出嚟。人工智能甚至乎可以生安白造添。如果大家有都有高度地玩過人工智能嘅一啲唔同嘅面向的話，你會發覺你有時佢捉到一個位咧，佢會生安白造嘅，好得意嘅。咁所以
有陣時我會覺得喺呢一個年代下，我去思考咧個應用方式就係人性係唔會變嘅，經典不會老。所以有陣時我哋就翻返去睇翻啲經典咧，反而會睇到好多好無窮嘅智慧喺入邊。我自己都好中意睇一啲唔同嘅即係所謂古代嘅經典啦，然後融入翻我哋現在呢啲所謂比較現代啲嘅期貨交易相關。我甚至乎有少少覺得係其實好似捉棋嘅，好似捉棋，即係遊戲其實係好似捉棋。咁所以當我哋攞咗啲古代經典嘅啲嘅智慧啊，包括我成日提住嘅即係中國嘅《道德經》啦、《孫子兵法》啦，佢係令我明白咗道同埋術呢兩樣嘢，然後融入喺我 trading 上邊去啟發。咁隨住即係呢兩本書就好早我已經去提啦。咁時間一路過去到而家嘅時候，亦都有更加多唔同嘅開始八卦到其他國家嘅經典啦，等等嘅都會睇。咁然後呢啲嘢咧，你會發覺佢哋描述嘅咧都係同一嘅真理性，大家講嘅嘢最後都會同一樣嘢嚟。咁當你發覺好多嘅真理佢哋都會有住同一嘅共通性嘅時候咧，咁呢啲嘢就應該會成為你嘅特質，你先有着數咯。OK，我成日都講我係務實地浪漫嘅人，我都即係一邊做嘅嘢好似好有啲帶有啲嘅哲學性喺度，但係其實我同一時間我都好務實嘅，即係我會問呢樣嘢有冇效，我會問呢樣嘢有咩好處啊，我係會平衡務實呢個層面啦，同埋浪漫呢件事嘅層面嘅一件事，呢種融通。咁所以呢啲經典喺我嘅心目中係又好，即係可以叫做令到自己嘅思維境界會更加舒服嘅同時，喺實質嘅操作上邊咧，亦都真係有好大嘅裨益喺上邊啊！喺無論自己自在性、自己炒賣上邊，你能夠處理到嘅一啲嘅倉位啦，一啲嘅市場嘅局面啦，都會做得更加好。咁我係好鼓勵大家去從古代嘅經典去取經咧，然後融合翻而家現代嘅一啲嘅套路與方法，然後你會揾到中間好多嘅共通點。一旦你揾到呢啲共通點咧，嗰刻嘅滿足感係好大嘅。OK，咁仲有啲少少嘅提示啦，真理之路咧，記得係睇整體性。而呢個真理探求之路，每一個技能都一樣嚇。我只係喺 trading 上邊我玩呢隻遊戲玩得比較耐或者有啲緣分可以玩得比較好咁樣嘅啫。咁我哋要有一開始成個路程咧，就係我哋有追求呢一件事嘅情況啦。我哋慢慢會覺察得到呢啲嘢嘅存在係點樣發生啦。我哋感知得到啦，理解得到，體驗得到，然後我哋開始掌握佢市場嘅一啲嘅走法一樣嚇。你開始追求市場嘅走法啦，你見到佢係咁啦。你感知到睇到佢開始會點樣行啦，你理解佢嘅走向，理解佢嘅流向，你體驗到，你開始掌握到，然後慢慢你會進入忘卻咗個本體，忘卻咗個載體，忘卻咗個載體即係你嗰樣嘢你覺得唔係嗰個 pattern 嘅問題，唔係嗰個流程嘅問題，係個本質上邊，你會開始去追溯到個本源，然後你會好似可以忘記一樣，好自在地去睇呢件事，但係你會識喐嘅喎，你會識反應嘅喎。呢個就係呢件事好得意嘅地方，要大家去感受。咁一句字眼就係，我哋記得有樣嘢要小心嘅，唔好俾一啲雞毛蒜皮、一啲瑣碎嘅部分去剝奪咗真樸嘅完整性。咩意思？成個系統性思維係一個大局，佢係一個運作中 keep 住喐嘅一個大局，系統性嘅活動。我哋要防範一樣嘢，就係我哋人嘅思維一旦聚焦咗一啲嘅盲點、一啲局部性嘅焦點嘅時候，好容易俾呢啲瑣碎局部嘅焦點就攞晒我哋所有嘅專注力，然後忘卻咗完整性嘅發生。一旦咁嘅情況下咧，你嘅狀況都會唔太好嘅。如果喺 trading 嘅言辭去講嘅時候，就係可能你淨係睇到幾支陰陽燭發生嘅事情，但係你忘記咗成個森林。你淨係睇到一棵樹點樣發生嘅幾支動能、幾支陽燭仔，但係你忘記咗成個大局，佢係發生緊咩事？個完整性永遠都係大過嗰個焦點與局部性。OK，因為一旦你俾呢一種嘅瑣碎嘅念頭咧去牽絆住你嘅時候咧，你就會困咗一個意願入邊，你就失去咗個統一與整體。慢慢去感受與明白呢一啲嘅説話，呢啲喺你 trading 條路去行嘅時候，你慢慢會經歷得到嘅。最後啦，我有一個內容想同大家分享啦，係我好中意李小龍嘅我雖然我唔係一個武術嘅 fans 但係李小龍嘅一啲嘅哲理佢嘅生平等等嘅嘢，我都覺得佢絕對係稱得上一個好經典嘅人物，去將東方嘅哲學思想、東方嘅美，跟住喺西方嘅舞台上邊將佢去融合、將佢去呈現、將佢去表達，而佢所講嘅嘢都係好有高級感嘅，好有級別嘅只係
英年早逝。有陣時我都會想像，如果佢活到今時今日嘅話，佢會點樣睇而家呢個世界嘅狀況，都會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咁佢有好多嘢我去即係都睇晒㗎啦，基本上我都。然後有啲嘢咧係即係大家最經典一定成日聽 Be Water My Friend 咁嘅話嘛，嗰個係早段時間大家都成日講，嗰個我就唔去重複去強調，反而有一個位咧係我當時睇到嘅時候有好震撼，好有感覺，因為當時嘅我都有受徒啦嚇，有啲嘅門生有做得好嘅，有做得唔好嘅。咁做得好嘅，你哋上網都見到一堆嘅成績啦。啊，打 imandsong.com 啊，喺呢個寫下先嚇，呢個位置嚇，你哋好奇嘅時候可以睇下呢個網站 imandsong.com 上邊有一啲即係我對交易嘅一啲嘅諗法啦，一啲你哋嘅師兄師姐好成績嘅一啲呈現啦，而且係一段時間嘅啊，唔係單次性一張單兩張單做得好，係一段時段嘅1個月、3個月、1年嘅 return 嚟。咁當時嘅我啦，會見到有班朋友已經做得好好啦，有啲咧就仲係中間努力中，有啲咧就係時得時唔得咁嘅狀態。咁好似即係我唔想用呢個字眼，但係咁樣大家容易啲明白啦。彷彿好似分咗梯隊1、2、3啊，慢慢就會有。咁而一開始嘅我咧都會慢慢去了解呢件事點解會咁樣發生咧，我可以點樣做咧？我會問呢啲問題。咁當然去到依家嘅我會知道其實係人之常情，佢係正常嘅。喺個發展嘅自然發展入邊，佢自然會有呢件事。咁所以喺呢個位置入邊，我會知道佢哋需要嘅係唔同嘅資源啦，佢哋需要嘅係唔同嘅配套啦，佢哋嘅階段係唔一樣啦。我要接受大家嘅階段係會唔一樣啦，而亦都唔係每個人都需要去走向嗰個階段㗎嘛。即係唔係每個人都要攞3星米芝蓮做嗰啲餐館嘅廚師，佢淨係想喺隱世社區入邊開一間小品嘅餐廳㗎嘛。同一個道理咯，或者係再市井啲嘅就係唔係每個人都要做麻雀大俠㗎嘛？有啲人就係想同朋友啲叔父兄弟師奶朋友類似咁樣打麻雀嘅時候有少少優勢啫，佢唔係想做麻雀大俠啊嘛，即係類似係咁樣嘅原理。咁然後咧睇李小龍嘅書入邊咧，佢有一個題材有一個位置咧提到有組織的絕望，就係講到一個人啊，如果佢冇好大嘅自身嘅覺悟嘅時候咧，好容易因為組織、因為門派、因為一啲嘅學派呢啲咁嘅事宜咧，佢會有一啲好大嘅限制。咁而佢作出對呢一啲老師啦，以及作為對學生啦，兩者之間咧，佢都有啲嘅提醒啦，一啲嘅分享同埋見解，我係非常之認同啊！咁呢個位置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希望大家喺經歷成個學習 trading 喺呢一段時間學習順流道，以及之後你喺個市場入邊去做啊，或者我哋之後有機會交流互動去做唔同嘅可能 coaching 嘅部分啊，一啲嘅交流互動嘅情況下，都可以有即係大家都不斷地做得越嚟越好咁樣嘅狀況。第一樣嘢就係佢提到盲從與模仿，佢會提到啦啊，我非常之同意添啊！直頭佢話所有嘅一啲嘅大師、一啲嘅宗師、一啲嘅教練，其實佢哋做一啲所謂指南針式嘅教學內容，其實只係回應緊個需要，一個回響嚟嘅啫。佢哋未必係想咁做嘅，因為呢一啲嘅人物咧，佢哋其實都知道唔想被固定嘅形式所限制，甚至乎係因為一傳一喐，每個人嘅理解都會有唔一樣。佢甚至乎會曲解咗本身呢件事嘅原意，因為文字上言語其實喺人類信息溝通上咧係一種比較冇效率嘅語言嚟嘅。啊！如果大家明白呢句説話，即係信息傳遞係有好多嘅方式嘅，喺現今年代有聲音啦，有文字啦，有畫面啦，即係有唔同嘅方式啦，或者直接係腦波上嘅影響啦，帶來靈感啦，呢啲係好多唔同嘅信息嚟。或者大家有發夢嘅時候，你認得都會記得。有陣時發夢後，你好知道個畫面發生緊咩事，以及個感覺帶俾啲乜嘢俾你，但係未必有對白嘅喎。你個夢未必有對白嘅喎。所以其實文字帶俾你嘅嗰個感受，或者係帶俾你嗰個理解力咧，未必係咁高嘅。咁但係如果一個老師或者一個教練佢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好多時佢就會一旦俾咗個 terms 佢，一旦譬如原生動能4個字，一旦俾咗 terms 你就會俾呢個形式化所限制。咁但係又好得意嘅 game 咯，如果你又完全冇呢一種所謂指南式嘅引導，又好難去傳承。所以對我嚟講，教學係有好多個門檻，有好多個方式，有好多個方向。第一步嘅係一個所謂即係最基本廣傳式一啲嘅一個門檻啊，即係你有個套路去行嘅，大概都俾你感受到嘅，都會去明白嘅咁樣。但係去到一個階段嘅時候，大家有冇睇 Top Gun？
即係嗰套揸飛機嘅 Tom Cruise 嘅嗰套 Top Gun。Top Gun 2咧，佢有一個畫面就係將成沓好厚嘅航天飛行指南嘅筆記第一堂就掟晒落個垃圾桶度，然之後同佢哋講：我哋真係落場揸戰機嘅時候，呢一本指南係會害咗你，係唔會救咗你。呢一刻你要相信自己所學到嘅所有嘢，你要去相信你自己所有嘢，然後去按自己咁樣去呈現出嚟。又係呢個套路，又係呢個代表住嘅都係呢個意識、呢個意思，去盲從一啲嘅規矩，去硬生去背誦一啲嘅事情，或者模仿一個人嘅全部。佢喺一開始嘅學習入邊，佢會有一定嘅效果，但係佢唔可以成為你唯一學習嘅路途，因為佢會固定咗你嘅佢會限制咗你，固定咗你。OK， 第二啦，唔好陳腐練習就偏離實戰。有好多人為咗令自己自我感覺良好，都會做一啲嘢好似同自己嘅目標係接近。咩意思？尤其是係 trading，你會覺得多啲炒多啲，做多啲 trade，我就好努力啦。呢個係唔啱嘅，係違背咗個本質嘅。OK， 所以呢度講啦，預期說在交易，有啲人其實只係即係不斷地做一啲同交易看似相關嘅事。OK， 所以我哋要知道訓練以及實戰一定要符合事物真如的本質。我哋就要呈現翻件事嘅本質出嚟，唔好陷入一種自己自己、自我感覺良好，好似有做到，好似同啲吹緊嘅人傾緊偈，好似有不斷睇個市場，你就當自己做緊。真係咪做緊？你自己係知道嘅，係咪有意識地去做緊一啲事情？你自己係知道。我只能夠俾嘅就係一種交易思考嘅路徑嘅指引你，俾你去做，俾你去學。亦都可以做一個 reflection 喺同你直接交流互動嘅過程入邊，俾到你呢種喺人哋嘅想法入邊去學習嘅呢一段時間入邊。好嘅，咁呢個就到時再去睇啦。跟住同埋就係累積與清空啦。盲目嘅累積咧，大家都會認為係咪不斷學不斷累積就一定係有出路，一定會進步咁樣嚇。但係其實，李小龍認為盲目嘅累積太過度咧，係會帶來自我封閉。因為你會冇辦法容得下新嘅認知啦，冇辦法將你以往一路嘅 pattern 咧，你洗咗佢重新嚟過。人一旦進入既有式嘅 pattern 咧，好多嘢佢會慢慢佢會 overlook， 佢會遺忘咗，佢會睇唔到嘅。咁所以耐不耐都要清空自己嘅認知，然後再注翻滿，清空又再注翻滿，成為虛空以求整全嘅一個概念。去打落去嘅時候，其實自己可以，好似唔記得，但係喺好似唔記得嘅時候，其實你就係最自在嘅一個狀況。呢個喺全部嘅技能都會有呢一個高度嘅呈現嘅。好多嘅運動啦trading 啦好多都會呈現翻呢一樣嘢。模式與框架呢樣嘢嘅應用啦，我哋要了解到模式套路重複呢個流程係想觸發體驗，係想觸發你明白呢件事，係想觸發你對於譬如 trading 嚟計市場認知嘅走法，你想觸發你睇得明嘅呢個體驗嘅啫。但係我哋唔好沉迷個套路，即係唔好覺得一定要喺日線圖睇完到4小時圖，4小時圖睇完就1小時圖，然後我轉翻5分鐘我就點樣做啦？呢啲就係套路、框架、重複。喺一開始嘅時候俾你感受到呢樣嘢，佢係一個指引，佢係一個 guideline，去俾到你有條路可以行。但係你要知道呢條路最終極嘅走法，佢只係想你觸發明白。頭先個情況嚟講就係觸發你睇大包細左至右，大包細左至右係一個口訣。我哋睇圖嘅時候要大包細，點解？因為要由宏觀兼顧到微觀嘅部分。但係冇人話過宏觀一定係周線圖，微觀一定係5分鐘圖，從來都冇人提過呢樣嘢。佢嘅本質係咩？就係較大與較細，較大與較細。OK， 當有啲嘢比較硬性嘅，譬如交易所時間就比較硬性，人哋真係嗰個交易所時間佢開㗎嘛，佢開市喺嗰段時間，咁嗰段時間咪要喐咯。咁有啲嘢就係本質上嘅呈現咯，因為交易所嘅本質就係嗰日佢開市啊嘛。類似呢啲咁就會提供較多嘅流動性，類似呢啲嘅原理，所以我哋要知道本質，就唔好着重模式化、套路化嘅嘢。但係一開始係真係需要嘅，有陣時，因為嗰啲嘢會俾到一個指引你要去點樣諗嘢，有一個思考嘅路徑。但係切忌沉迷，一旦沉迷就會被原地鎖死。OK， 跟住我哋要知道啦，真理係喐㗎，投資係喐㗎，學習並唔係死嘅，佢係 keep 住地運作。一旦有結論，你就會停。OK， 所以結論或者嗰刻嘅想法個決定係嗰一刻，但係嗰一刻我亦都知道自己會變嘅。呢個先係你了解咗呢件事嘅本質。
呢件事好多人哋會唔明㗎，會覺得你明明琴日就喺黃金係覺得睇緊升㗎喎，點解我第二日兩日後又可能突然間又睇翻跌嘅？但係睇得下跌之後又睇翻升嘅，因為我哋就係睇住個 market 佢係喐㗎，睇住佢係喐咯。咁但係我哋講得出嘅，我哋一定要唔係話我今日見到陰天我就睇跌，我今日見到晴天我就睇升，並唔係咁樣嘅，係有實實在在嘅分析啦，實實在在嘅認知水平去睇。但係我哋知道佢係喐㗎，佢哋係喐嘅，佢絕對唔係一個實實正正死咕咕嘅灰灰沉沉嘅一個定案，佢係喐，知識係喐，市場係喐，佢係一種持續冇結論嘅探索狀態，不斷地去行。咁當我哋咁樣去觀照佢去睇佢嘅時候，我哋會睇到佢嘅一啲嘅狀況啦，佢嘅流程，然後喺適合嘅時機入邊，我哋去參與。然後呢個參與仲要唔係一次，參與完佢有呢一個嘅結束，但係呢個結束又會等於你準備又開下一個倉啦。佢係不斷地咁樣去運作一個流程嚟嘅。OK，咁分享咁多啦。呢一個如何使用呢件事，其實就係想帶俾大家知道，佢係一個指引，佢係一個思考路徑，俾你喺 trading 呢件上邊慢慢去成長，一路去行嘅一個方式。佢並唔係一啲特定嘅套路，或者係特定嘅一啲嘅規矩，要你跟實佢，然後你跟實佢，你就會做得好㗎啦。佢唔係一件咁樣嘅事。OK，佢係透過活生生嘅學習互動，包括係你自己同自己嘅互動啦。即係我哋睇翻呢一幅圖入邊，你深化認知嘅時候，你自己同自己嘅互動啦，你同別人嘅互動啦，即係同一啲都係有住共同語言，可以喺呢一個系統下溝通 market 嘅人去互動。或者我啦去睇培訓嘅內容啦，去做一啲嘅獵人群上面嘅互動啦。你透過互動去明白人哋點樣用呢一件事 ，OK？甚至乎再高深一啲嘅同市場去互動，睇下市場係點樣去回應，市場嘅規律係點樣行，佢呈現緊啲咩俾你睇，你聽唔聽得明，你了唔了解得到？當呢一種互動可以被觸發嘅時候，一啲交易上邊呈現嘅所謂真理，你會感受得到，用得到。一旦用得到，你成績就會好。OK，祝福大家喺呢件事入邊做得越嚟越好嚇，嚟緊呢個學習都順順利利啦。拜拜。